大家好，歡迎你收睇深夜調查錄，我係你今日嘅小天使 Elio。講起香港靈異事件，最多人聽過嘅地方就係新娘潭，因為幾乎每年都會有道路意外發生。究竟係司機睇錯啊，定係真係有鬼作祟呢？喺香港大埔嘅林村谷地，有個風景靚到震嘅瀑布深潭。日頭呢度係行山友嘅天堂，但係一到夜晚，佢就變咗香港最猛嘅靈異地標之一——新娘潭。百幾年嚟，由清朝末年日佔時期嘅詭異事件，到現代嘅離奇車禍，呢度嘅傳說從來都冇停過。今日就等我哋揭開新娘潭呢個血色嫁衣背後百幾年嘅詛咒啦！故事要追溯到清朝咸豐年間，甚至更早。嗰陣時，新界東北部係重要嘅產米區，村落之間往來一定要經過呢條路，而迎親隊伍都唔例外，要穿越崎嶇嘅山徑。其中一個廣為流傳嘅版本係林村富家千金秀慧同鄰村書生文彬定咗婚約。1890年代，林村有戶富家千金秀慧同鄰村書生文彬青梅竹馬定咗婚約。嗰年秋天，8人大紅花轎迎親，隊伍途經呢個瀑布，當時正係雨季，山路濕滑。有個轎夫因為前一晚賭錢輸到精神恍惚，腳下一閃，成頂花轎就咁樣向咗潭邊傾斜，秀慧連人帶轎跌咗落深潭度。當村民將佢撈上岸嗰陣，佢已經冇晒氣息，身上嘅大紅嫁衣喺水入面好似血咁樣散開啊！但係最令人毛管動嘅係，佢塊面竟然帶住微笑，雙眼微開啊！有人話佢係唔捨得情郎，笑住咁走嘅，亦都有人話個笑容陰森到令人心寒啊！頭七嗰晚，悲痛欲絕嘅文彬獨自去咗潭邊拜祭，突然之間，佢聽到有女子哼唱客家山歌嘅聲音。一擰轉頭，竟然見到秀慧着住嫁衣坐咗喺潭邊，對住佢微笑揮手啊！文彬當場嚇到暈咗啊！返去之後發高燒唔退，唔夠1年就鬱鬱而終。但係呢個只係傳說嘅其中一面，喺民間口述入邊，新娘潭嘅故事仲有好多個版本啊！時間嚟到1943年，日軍佔領香港期間，新娘潭一帶成為抗日游擊隊嘅活動區域。一小隊日軍喺新娘潭巡邏嗰陣，突然大霧彌漫，大隊嘅軍官驚恐咁指住前面話：見到紅衣女子喺霧中間行走啊！隨即下令開槍。詭異嘅係，子彈擊中岩石反彈，反而造成3名日軍傷亡。幸存嘅士兵發誓，佢哋喺撤退嗰陣，聽到女子嘅笑聲喺山谷入邊回蕩啊！到咗1945年，日軍投降之後，村民喺瀑布後邊嘅山窿裏面發現咗7具排得整整齊齊嘅平民骨骸。身邊仲散落住清代嘅銅錢啊！村入邊嘅老人家細細聲咁講：嗰個係新娘喺度揾陪嫁嘅婢女啊！隨住時代嘅變遷，新娘潭嘅傳說唔單止冇消失，反而越演越烈。1978年，香港某大學嘅行山隊喺呢度露營，半夜有女隊員見到紅衣女子喺潭邊梳頭，之後好多人都聽到淒厲嘅哭聲啊！最可怕嘅係，佢哋洗出嚟嘅團體相角落，竟然多咗一個朦朧嘅紅衣身影，
呢張相後來喺攝影學會展出，成為咗香港靈異相嘅經典案例。我哋不妨從科學嘅角度嚟睇成件事。新娘潭之所以意外頻生，有佢客觀嘅原因。首先係突發山洪。新娘潭位於集水區下游，如果上游突然之間落雨，潭水水位會喺極短嘅時間裏面暴漲，導致遊客避都避唔切就被沖走啦。呢個亦都係好多揾替身傳聞嘅科學解釋。其次係新娘潭路嘅設計，呢條路彎多，路面又高低起伏，深夜能見度低，加上山區霧氣重，司機容易產生視覺幻象，將路邊嘅樹木或者路牌誤認為紅衣人，導致閃避女鬼而發生嘅車禍。進入90年代，新娘潭路變咗著名嘅交通黑點。1995年，有個貨車司機深夜途經呢個地方，為咗閃避路中央嘅紅衣女子而撞山重傷。佢醒返之後堅稱，嗰個女鬼係對我笑嘅，佢唔想我活住離開。巧合嘅係，車禍地點正係當年花轎跌落潭嘅大致位置啊！到咗網絡時代，傳說更係衍生出無數嘅版本。有人話潛水嗰陣喺潭底見到清代村落同埋花轎嘅殘骸；有人話喺特定嘅日子，例如重陽7月14黃昏，會聽到迎親嘅樂聲。一旦回頭，就會陷入鬼打牆嘅循環空間。甚至有旅行團夜遊嗰陣，莫名其妙多咗一位着紅衣嘅女導遊。新娘潭嘅傳說亦都早已滲透入香港嘅潮流文化。TVB 電視劇《十二傳說》曾經以新娘潭作為開篇首案，將民俗學同現代偵探元素結合，再次引發大眾對嗰個地方傳說嘅討論。由早期嘅怪談到現代嘅 YouTube 靈異頻道，新娘潭幾乎係所有靈異探險者嘅必到之處。佢香港4大鬼域之首嘅地位，至今屹立不搖。百幾年過去咗，新娘潭嘅水依然流淌，嗰件血色嫁衣嘅傳說亦都依然喺度流傳。佢唔單止係一個關於悲劇嘅故事，更係香港呢片土地上歷史、地理、文化同人類心理交織嘅複雜圖景。我係 Elio， 一個帶你講盡靈異故事嘅主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